第二天，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，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樹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說：和散那，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，是應當稱頌的。耶穌進了殿，趕出裏頭作買賣的人，對他們說：經上說，我的殿必作禱告的殿，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。耶穌天天在殿裏教訓人，祭司長和文士與百姓嘅尊長都想要殺他，但尋不出法子來，因為百姓都側耳聽他。